最近收到了一些很离谱的留言，我给大家念一下。既然你什么都会，我什么都不会，这样我什么时候可以入职？我什么都会，你什么都不会，我请你入职。城市露营，城市露营。去那边上班，带简历还是带病历？其实我们这边工作其实是病历和简历，其实如果都有的话，它是最好的。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啊，能不带病历其实是最好。招保镖吗？招保镖吗？你让我怎么回呀，兄弟？保镖其实我已经有。什么都不会的福清人可以去吗？跟福清人其实没太多干货，主要是你什么都不会，这跟福清人会有关系吗？你想引导我地域黑？